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去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互阮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繁荣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是咱来契约，契约文是伫诗篇71篇第1节到第14节。诗篇71篇，我来契请兄姐来用交通的方式。上主啊，我靠你，求你，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笑。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，解放我。求你按空听我，救我。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，互我通时常踮遐。你已经决定要救我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。至悬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仰望。对我少年的时，一直是我的帮赞。我对歹人就受你扶持。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，我要不时称赞你。真侪人看我做奇怪，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我的嘴充满对你的称赞。规日规阳光互你。我年老的时，求你毋通放杀我。我快乐衰烂的时，求你毋通离开我。我会对着议论我。当等要害我性命的人在参详，讲上帝已经甲伊放杀。打来对伊来掠伊，因为无人要救伊。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放我远远无插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赶紧来帮助我。愿控告我的人拄着见笑灭亡。愿计谋要害我的人受凌辱闹亏。毋过我要时常仰望你，要一直称赞你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疼痛人类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全能的主，是永远我的上帝。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圣子主耶稣白白赏赐予我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道成肉体，成做人的样式，为阮的罪牺牲受难。感谢你，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祈祷会中，伫阮的心中，充满伫阮的心，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，互阮搁较明白主耶稣为阮受难的意义。主耶稣有讲，爸啊，求我脱离这个时阵，总是我原本为这个时阵来。主啊，你深知，你来的目的是为着这个救赎的疼。你要用你完全的疼来向阮显明你的救恩。
阮感谢你，恳求上帝即时进入阮的心，监察阮。阮心内若有自私、骄傲、一切误会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来清起阮的心，互阮的心重新成做基督的殿，成做你欢喜徛起的所在。主啊，你的意念关过阮的意念，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。当阮面对人生的路，毋知影要安怎决定的时，求你引带阮头前的路。主啊，你是光来入黑暗世间，要互见若信你的人无徛伫暗。主啊，你赢过黑暗的权势，赶走黑暗，带阮进入光明，互阮有盼望。恳求你帮助阮，常常过得胜的生活，来荣耀你的名。亲爱主耶稣，你受刑罚，阮得到平安，因为你受逼迫，互阮得到医好。我们从教会中有身体病痛欠安的兄弟，交托伫主，求主怜悯医治。要将心内软弱有重担的兄弟交托仰望伫主，你是阮坚固的大石盘，你要成做阮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你是世界的主，目前世界的战争，恳求你掌管。主啊，恳求你掌管，恳求你，互战争早日结束。求你拯救伫战争中的百姓，求你来怜悯因。感谢主，听阮的祈祷，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36节。我来读，请兄弟静静来听。我用台语、现代台语和日本来读。第20节，这其中去耶路撒冷朝拜的有几个希腊人，这个人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人的腓力，甲伊讲：先生，阮爱见耶稣。腓力去甲安德烈讲，安德烈甲腓力就做伙去甲耶稣讲。耶稣应讲：人子得到阳光的时到啦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一粒麦仔若无落地死，犹原是一粒尔尔；若死就结真侪麦仔。25节，听惜家己的性命会丧失性命，伫即个世间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会保守性命直到永远我。人若要服侍我，就对我；我伫倒位，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。人若服侍我，我爱爸会甲伊尊重。即阵我的心乱糟糟，我要讲啥物呢？兼要讲爸啊，救我脱出即个时刻吗？毋是，我是为着即个时刻才来。爸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然后有声对天顶来讲：我已经有荣耀我的名，要搁再荣耀。29节，徛伫遐的群众听到即个声，想讲雷在弹，嘛有人讲天使有对伊讲话。耶稣应讲：即个声毋是为着我，是要互恁听着。现在是即个世界受审判的时，
现在即个世间的统治者得要受推翻。我对地上受举起的时，会吸引万民归我。耶稣安尼讲，是表明伊得要安怎死。34节，群众应伊讲：阮听着律法有记载，基督永远存在。你哪会讲人子着受举起？即个人子是啥物人？耶稣对因讲：光要会伫恁中间一时仔久，恁着趁有光的时继续行，才袂互黑暗遮卡。伫黑暗中伫行的人，毋知要行去倒位。趁有光的时，恁着信光，互恁通成做光明的人。接下来我用国语和合本来读20节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力，请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想见耶稣。”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然后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性命的，就丧失性命；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的性命的，要保全性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；我在那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说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吗？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于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：“打雷了。”另有的说：“有天使对他说话。”30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这声音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正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。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。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33节，耶稣这话是指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。众人就回答他：“我们听见律法书上说，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，应该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们趁着有光，要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”接下来我们要分享，请庄芳美长老来分享，题目是“荣耀与死亡的关系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圣经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得救。
主啊，你这么爱世人，也求你让这样的一颗心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好让我们也这样的爱世间的人。我们这样感谢、祈求、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主题是，荣耀与死亡的关系哈。首先我们看华语版的哈，华语版的20节啊。那时上来过节的人中，有几个希腊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腓利，请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想见耶稣。”腓利就去告诉安德烈，然后安德烈同腓利去告诉耶稣。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性命的，就丧失性命；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的性命的，要保全性命到永生。”这些希腊人就是外邦人，他们要见耶稣嘛。那门徒们就出去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：“人子的荣耀的时刻到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若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其实这几句话我们都非常熟悉，但是那一粒麦子呢，就是我们自己。那个麦子没有死呢，就不会结出子粒来。其实就是咱的个性嘛，我们的个性要改，我们就会结出好的果子来。有一首歌叫《握手》，歌词里面就是说要向世界挥挥手，向十字架握手。我要说，我们要向老我挥挥手，跟着耶稣走，因为这一条不是一路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耶稣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。被拣选成为基督徒的我们，其实我们的骨子里都带着罪性，例如骄傲、嫉妒、不饶恕，明知道要给出去的却不给，不该说的话就不小心又说了。我都在说我自己啊。虽然不是作奸犯科，但也显露出属灵生命是出了问题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：“盗贼来，无非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唯有耶稣可以救赎我们，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因此，当神将我们摆在哪里的时候，那里就是我们的禾场。我们就要尽心尽力，不要有怨言。凡事忍耐，还要再忍耐，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如果没有改变个性，我们走到哪里就像刺猬一样，到处去得罪人，那怎么传福音呢？所以那个性要改成什么样子？有一个牧师他是这么说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狼性，他要把那匹狼改成羊，要换成羊，因为羊很顺服。他又说，如果一匹狼，你把它关起来，给它吃3年的素食饲料，素食的，它吃不吃？它一定吃了，不然不吃会饿死。但是3年后呢，把那笼子打开，给它出去。但是它如果碰到肉，它吃不吃？它一定扑向前去吃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它的本性。所以我们的本性其实是带着罪性的。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改这个改那个，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的常常由不得我们。
就像我们的弟兄也一样，因为在监所我们跟他在一起很多年了，所以当他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会跟他讲说，你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的。他都跟我拍胸脯说，我绝对不会，我绝对不会的。但事实会不会？他一定会的。所以呢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人本来就很软弱，我自己也很软弱，所以呢，我可以体谅他。所以我们不断的呢，就是再重新再来。如果严重的呢，比如说吸毒，跟他说吸毒伤害身体，又一定要去做一些坏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吸毒以后，你没有钱，你就去偷嘛，甚至抢嘛。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，他这次可能没有办法出监了，走出这个监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3证的。我们弟兄都知道什么叫3证，3证就是你出来，你进到监狱3次以后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办假释了，你要关到期满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已经67岁了，他要关满，这次进去要关满20年。他说那时候我已经87岁了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那一天。他说我这一趟为什么还会进来？我明明就不要再进来了，为什么我还会再进来？他说就没有钱嘛，他本来到天主堂去要骗修你的钱，可是呢那时候当然做弥撒，弥撒做完呢要收奉献，结果他把身上的70块呢就全部丢进去那个奉献袋，他就走出去了。他心里想：我不是要来骗钱的吗？怎么把自己剩下的也都给出去了？哈，那现在这家怎么办呢？身无分文，他就去跟别人朋友借了500块，开着车到台北去抢。抢了以后呢，就身上有钱的车子去加油，然后跑到南部去。可是呢，这个警察也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他从台北追到屏东，在屏东落网，把他押到士林地检署，因为他在士林犯案，所以呢，就连续这样子，就进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面，他遇到一个人，他身上有一点钱，他就帮他买一点东西给他吃。结果那个人呢，被保释出去了以后呢，他还会面告诉他说，我汇了7000块在你的户头里面，他心里非常的感谢。为什么？他跟上帝说，上帝，我给那个天主堂的那个奉献70块，你既然给我7000块，他说我真的很感谢，但是我真的知道我自己错了，所以呢，当他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知道说神的恩典一直在他身上，所以呢，他现在在宜兰监狱，所以他没有厌缘，但是他知道说神一直在眷顾他，神的恩典够他用，所以他一直学习画画。所以为什么他个性没有改呢？因为他兵大做，然后呢就会又有在用毒品嘛，所以没有钱了就会去骗，甚至去抢这个是结局是会这样子。我上个礼拜呢到七教区，我们要去读书会，老师还没有来，教委师还没有来，所以办公室的门没有开。我们跟那个杂役服务员在聊天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：“哇，现在这个回笼率非常高哦。”我们跟他说到底有多高？他说大概80%。哇，那时候很高嘞所以呢，为什么会这么回笼率会那么高？较乖就是遐个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一个弟兄曾经这样问我：“是安怎你暗暝节你拢袂入来关，拢我咧关咧？安尼吼？”我讲你都人较唔惊，鬼较酷酷行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唔是讲阮袂讲入来关无犯罪，因为阮是对耶稣的人，所以阮会行大弯拢尽注意，尤其是要传福音的人，撒旦怎么会放过你呢？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一定很多事情来搅扰你，所以我们自己要竭力保守自己的平安，也有很多的试探。
试探是自己给的，为什么？自己如果有私欲，就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自己会去做。所以呢，那神也会试炼我们呐。你讲要对我行，我试看卖吼，什么款的什么代志来试看卖？伫厝诶啊，厝诶甲恁先生相处的时，你敢有像外口遮尔虔诚？无啊，无拄安尼啊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尤其是我跟秀和相处的时候，他有时候讲话会让我那个老我又蹦出来哈。他讲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听说你哥哥是，我听说你哥哥是用揪的安尼啦。”我说没有啦，我哥哥哪用揪？我哥哥是用娶老婆的，他无用揪啦。有啊，我明明记得他就是用揪的安尼吼，所以我会为自己的这个事情呢，会辩护，我甚至想说，这明明不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一直说这样哈？那个声调会拉高，哦，所以呢，我就知道自己也不会理。然后呢，我们开车的时候呢，他坐在旁边，明明快要红灯了，他会告诉我，红灯，我说我又不是没看见哈，他就是会指导你。前面有红灯这样，等一下要右转，我也知道要右转啊，可是还没到，他就跟我说等一下要右转。我说好，然后呢，前面又是红灯，他就一直喊所以呢，你看这个一直在你耳边隆隆隆这样子我们心里就会怎样，就会开始会毛躁起来，都会对嘴引所以我自己也知道说，你看看。上帝就摆一个这样的人摆在你身边，你看你功力有多好，你现在你都破功啊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真的是很软弱。然后呢，不要说我不会，我一定会做得很好，没有。所以我在很喜欢拖地，他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拖地，我说我没有一天到晚啊，有你就是一天到晚拖地这样他又来了所以呢我就安静了。这个时候知道了要安静就没事了。有时候呢，他就坐在客厅嘛，客厅，然后他就问你事情，然后我在厨房，然后你就会在厨房喊，他就一直问说哈，一直哈呢然后我就一直说，他就一直哈，然后我就越讲越大声伊总要应几故宫，无愿意卖讲安尼啦，所以呢，我又破功了，所以呢。我的修养有多好？还没有。后来我自己反省以后，我为什么会一直扯着嗓门喊呢？你以为你在煮饭你就很伟大吗？你就可以这样子用喊的、用吼的其实不是这样。我应该要改变个性，不是吗？那要怎么办呢？我没有办法改变他，就改变我自己嘛。他在问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把瓦斯炉关掉。跑过去他的身边，问他说什么事情？他问好，我也讲好了以后，我说这样可以了吗？他说可以。我就回去继续做事情，然后就没事了，就没有引起一阵的那个暴风雨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事情一直常常在教我说，其实神是在看细节，他不是让我们看我们在外面有多风光。你细节做得好。其实大的事情就会做得好，因为这个在小事上忠心，你在大事上也必定忠心。所以呢，他呢就是放在我身边的磨刀石，所以呢，我在生活当中我也在很警醒，也很忍耐，一直在忍耐为什么呢？因为爱是永不止息。我相信，因为我们的常常改变我们的个性以后呢。他也知道我们以前的个性，我以前的个性也是很冲的所以呢，会常常讲得不欢而散。这个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个性没有改，没有结出的果子都是哩哩啦啦的，甚至不会结果子。所以我自己深自警醒，在监狱里面也一样。自己要有好的言行因为弟兄们呢，
在里面每一个都很顺服哦。就像李正传弟兄在工厂在见证分享，100多个人，大家都静默，很注意听。牧师在监狱的礼拜堂讲道，弟兄们50个，每个都很注意听。我们读书会的分享，每个都很注意听，是不是很棒？对。但是出来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出来很多的诱惑，所以很多弟兄呢又重回监狱。他看到我的时候呢，我跟他说没有关系啊，好，我们重新再来啊。但是我也要跟你讲，我一直苦口婆心跟你说哦，你要听得进去，因为你自己要读圣经。我们相聚有时，你像你再进来关，我也不会帮你关1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吃到身体生病了，我也不会帮你怎样，我也不会帮你生病1天嘛。所以都是你自己要承受，一定要改变生命哦。然后呢，要勤读圣经，再一次进去，表示呢，神是怜悯的。因为如果没有这样，你在外面你可能会死掉，因为毒品用太多，一定会死掉。没有死掉也会包尿布，为什么？尿失禁哦，因为安非他命非常的厉害，所以禁忌不见得是坏事。所以呢，里面的人不是坏人，是做错事的人。而且当我进去那里的时候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可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见每个人的灵魂其实都非常高贵的，所以我相信神一定会打开这个福音的门，让那很多人呢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在下面一个经文哈。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27节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吗？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于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打雷了。另有的说有天使对他说话。接下去，耶稣回答：这声音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正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，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。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这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众人就回答他：我们听见律法书上说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：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，应该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们趁着这光，有光，要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圣灵常常对我们说话，而且是常常在提醒，常常提醒呢，希望我们有能听的耳朵。他常常提醒我们，但是我们的耳朵常常不听，明明已经听见了，也不听。那能听的呢，绝对是这个人他愿意顺服啊。就像慧丽姐常常跟我说，圣灵有对他说什么？哦，圣灵对他说，他比如说哦，他的奉献应该在什么时候拿出来？他说不，那他本来有自己的时间点，但是呢，圣灵提醒他说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哈，要为建堂的那个奉献了哦。他就顺服圣灵的声音啊，然后就开始把他要奉献的拿到教会来。
这个就是他顺服圣灵的声音。有时候他会告诉我说，有一些人呢，圣灵会提醒他要帮助某一些人，然后他就会顺服那个圣灵的提醒，去帮助那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在互动的时候呢，我有时候因为他们真的是就给了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我明明跟他说你不要再碰毒品，可是呢，他常常跟我们借钱，说是借呢，常常也没有还。但是他拿去了以后呢，他又不是吃饭，他拿去就去买毒品，所以呢，常常会要借钱。所以我心里会跟他说，不要借给他了，都是这样是害他。但是呢，每次看到他这样子很可怜我又拿给他，这个一直像循环其实我心里，他在进去监狱的时候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这好像是你在害他，我是在害他，我不是在救他，也不是爱他。可是每次看到弟兄们那个狼狈的样子，你就会有那种怜悯的心。其实呢，我也知道自己就是真的是有慈悲没有智慧。所以呢，只看到自己眼见的那可怜的样子，而没有想更深层，就是说他的生命会因为你这样子一直循环不息，这样是害他。甚至呢，我明明知道他在哪里，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。什么叫不应该做的事？比如说窃盗啊、闯空门啊。我跟他说你不要去哦，他说我跟你讲，他们不会把我供出来，他们会保护我。结果我还是跟他说你不要去但是他还是去了。那去了当然会出事啦。那出事呢，要躲嘛，躲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招楼。那招楼的时候呢，会又要借钱但是我明明知道不该借给他，但是我又还是借给他，拿给他。我每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我这样子不是就一直害他吗？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明明知道是错的，但是我没有听从圣灵的声音，这个是在害他。所以那么多年来，在监狱已经22年了。我常常告诉弟兄说，其实我不是在教你们啊，我是在陪伴你们而已啊。因为你们才是在教我的，我从你们的身上学到很多。阿福，你懂吗？我在弟兄们的身上学到很多。学到呢，他们会告诉我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一个弟兄他打一种药，打到就是一直尿床然后我就觉得奇怪，你是用什么东西，怎么会用到尿床呢？他说你也很奇怪你进去监狱这么多年，这个情形你都不知道我在用哪一种毒品吗？我还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结果我进去问了以后，他们说那叫做安非他命啦，你跟他讲啦，佮继续拍落去爱包酒珠啦我就回来告诉他说，很严重你这个情形就是要为你将来，你很快就要包尿布了他吓一跳，他说你怎么会知道？我说我不知道的可多着嘞，所以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会去问问了以后我就懂了嘛。所以呢，你们就是我的老师一样，所以我在弟兄们的身上看到他们也有很可爱的一面，但是出来以后呢，要更警醒，因为耶稣有说嘛，盗贼来就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只有耶稣来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离开神只有一条路而已，那条路叫死路。死路不是你会死掉的，那个也是会死。像我们弟兄好不容易关了很多年，他出来以后呢，他的妹妹对哥哥非常好，帮他租了一个套房给他在里面住，在宜兰的。结果呢，他因为很多年没有再用毒品，他再一次用的时候，跟以前的朋友联络，再拿给他用，用的那个剂量超过了，所以呢，针头就还插着就昏迷了。那昏迷因为一个人在房间里面，没有人发现，所以就死了所以我也去他的妹妹跟我讲的时候，我也去福园看他，所以
就是非常可惜哦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但是呢，因为这样的事情哦，让他白白送了一条命。他的妹妹也非常的爱这个哥哥，也甚至为这个哥哥，因为没有家人了，妹妹常常去看他，常常去看，他也很感谢这个妹妹，所以他愿意改变。但是因为怎样，也是那句话，那个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，所以我真是苦啊！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，才能够有新的生命。只有靠着他，我们才可以胜过。所以跟着耶稣走，是要有一颗能听的耳朵。能听的耳朵呢，之前要有一个顺服的心。顺服的心之前呢，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因为没有感恩的心呢，一切都会认为理所当然，人家给的。后来会认为说，敢若安尼尔尔，唔知影讲这是白白得来这个恩典，甚至呢会说，这个月给了，那下个月怎么没给？那下个月怎么还没有给？好，下个月到了，怎么还没有给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感恩的心，会让自己的生活一直陷入到很悲惨。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又不能我们不能够说又看着他这样子一直受苦下去哈。但是呢，帮助他，让他站起来哈，是最好的。但是有些时候他因为生病嘛，哦，有些时候呢年纪大了也没有办法出去做事，哦，生病了也没有办法再做事，所以呢。趁着有光的时候，趁着我们还能够认识耶稣啊，趁着我们2只脚还能走路啊，趁着我们还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很感恩。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也一样，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，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其实我们常常会做错事，所以我们有一对能听的耳朵，就是神会告诉我们，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你后面有声音告诉你，这是正路。要行在其中，他不是对谁说的，而是对我们说的。所以，我们常常警醒自己的时候呢，会说对的话，做对的事，而且成为他所喜悦的孩子。所以呢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有神可以给我们根，有耶稣可以牵我们的手，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幸福。可以呢，成为光明之子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然后我们活在世上，就不忘此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你舍己命做代价，开了永生之门，使被选召的人有份其中。列国的人也因你被高举而被吸引，为你设立的救赎恩典，感谢你。也谢谢你，让我们有一对耳朵、2个眼睛、1张嘴，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听，用我们的双眼来看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多么美好。我们的1张嘴就是来赞美你、感谢你，帮助人家说造就人的话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自己真的很软弱，没有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求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每一个时刻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、顺服的心，能够跟着你走人生这一条道路。我们将感谢、祈求、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621首，621首，勇敢坚固信徒，请起立来吟。我
徛着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对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世界死，埋葬，轮毂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来唱上用的诗，圣诗38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。今时煞请恁牧师祈祷。但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一真正圣。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无通言。吊恁的是信息，伊也要正义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今仔日的受难礼拜到这结束，请咱安静，热祷闭会。